為咗要達到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呢個遠景口號，我哋警察交通總部咧今日就特別喺九龍灣嘅輔警總部呢一度舉行咗一個名為切勿酒後駕駛嘅宣傳活動。大家見到交通總部嘅同事咧，就住宣傳新修訂嘅酒後駕駛法例進行宣傳活動。而交通總部嘅同事咧，亦都聯同交通總區嘅同事喺兩架大型廣告巴士前面咧進行合照添。係啦 ，Madam， 我見到身後面呢兩架大巴士咧都印有一啲酒後駕駛新修訂法例嘅一啲信息，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啊，為咗提醒市民有關新修訂嘅酒後駕駛嘅法例咧，其實警方喺7月已經係開始進行一連串嘅全港性嘅宣傳活動啦。而大家可以見到喺我哋身後面嘅巴士廣告咧，寫住切勿酒後駕駛咧，就係響應呢一樣嘢啦。有啲重要嘅新嘅罰則加重咗刑罰啦。咁我哋希望咧呢啲巴士咧穿梭行走喺全港唔同嘅地方啦，將呢啲正面嘅信息話翻俾市民聽，等佢哋可以提高警覺嘅。係啦 ，Madam， 我見到咧呢度有啲紅色嘅公仔，有冇啲特別嘅意思嘅咧？有 Andy， 其實只要你留意同埋細心數下咧，呢度一共有107個嘅紅色嘅人仔嘅。其實佢哋代表住咧，就係喺2007年，一共有107個市民呢，係因為涉及呢個酒後駕駛引致交通意外，當中死亡或者係受傷嘅。咁所以酒後駕駛呢個問題，我哋真係不容忽視㗎。係啦 ，Madam， 我知道除咗用巴士嚟作為宣傳嘅工具之外咧，其實咧交通總部陸陸續續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宣傳活動喎。冇錯 ，Andy。其實啱啱喺7月3號，我哋交通總部就係喺鑽石山舉辦咗一個叫做精明有禮大師傅道路安全全面睇嘅推廣禮。喺節目當中已經同大家介紹過新嘅法例啦，關於呢個酒後駕駛嘅新修訂。咁其實喺嚟緊一啲月份，我哋都會向業界一啲司機去推廣呢個新修訂嘅法例。啱啱我哋喺9月份就已經係探訪咗小巴司機，而嚟緊嘅月份就會探訪的士司機、巴士司機同埋中港貨櫃嘅司機。我哋好希望喺嚟緊嘅月份，將呢個新修訂嘅法例同埋將會採取嘅隨機呼氣測試嘅措施，向咁多嘅司機推廣嘅。除咗用宣傳同埋教育嘅方法去打擊酒後駕駛呢啲罪行之外咧，其實執法都非常之重要嘅。冇錯，警方喺呢個節日長假期會進行一啲嘅全港性反酒後駕駛嘅行動。警方對於酒後駕駛係零容忍㗎。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警方只係會喺節日或者假期期間呢執行呢個反酒後駕駛嘅行動。其實如果喺日常嘅行動之中，例如呢個偵速行動，我哋有理由思疑個司機干犯咗呢個酒後駕駛，我哋都會咧同呢個嘅司機做呢個嘅酒精呼氣測試㗎。我再一次提醒大家，酒後駕駛最高嘅刑罰可以被判啦，罰款25,000蚊，監禁3年，同埋被記10分㗎，甚至有可能咧被判咧取消個駕駛資格。